一只松唔顾种地休息。我卡一个电话好无？哎呀，免卡啦，伊袂接电话啦，今年钱要过年呢。我董上去人唔听书，不过我总嘛开都人来遵守迄爱言唔同来讲，有讲同唔讲，会松动也吃准啊。嘎嘎，嘎嘎，尿尿的无啊？啊，迄前面头讲清楚，安尼较好啦。古早唔对，初本人嘛该都无讲哦。基本也无勇气讲。古早而且喺堂都无啥讲，唔加比两方摕，年付A钱，安尼听听。佮伊讲清楚嘛该，当然迄死都无会承认啊。啊，加比两方摕，爸在同迄钱有嘛个关系？安尼计年付同哈利啊，继续不记留去年付啊，总嘛该起来承认啊。像迄无想爱骗人道啊，安尼老爱听说爱骗记哦，就知道当对不起记呢。既然无啥讲哦，唔推荐哦，基础唔讲，基础推荐啊，孙莎拿夹个钱，你是要一下去啦。这唔得推荐啊，安尼事情会很较复杂。我还忙上暗道啦，不过我知道。我爱同人到费事里，我弟其中意爱，也爱叫，我做在感受到其想要对我表达嘅，不过我一直伫上家嘅爱，因为我无甘愿一直留伫遐位。去到要当客，我去到个遇到万灾，我不将这样留下来。其实，这个讲有办法，我行去想要转去台北呢。转台北，然后佢个爱有嘛个关系？佢无可能离开遐位啊，家婆还有妈妈住伫遐位呢。啊，唔中意佢哦。爱主伫其中以外啦，不过爱主动此时好去气切，因为爱无想爱留伫遐位。爱伫其希望自不为分迄正经嘅，爱要伫以孝亲办法上爱对爱好。不过爱正经，其实台北来遐位。唔会体验啊，迄唔会体验啦。不过生活嘅节奏感还有归属感无共样呢。当然哦，来来去去，行迄要奔波家嘅事情牵连到，行迄顺便也比个生活，点到去台北哦，当伊上班赚钱，喺伫台北，爱手无事哦。去管我卡嘅事情，来这边懂此时候，韩国我从细都懂晒啊，我就会想要去台北，想要不去甲伊在球星台式嘅距离，想到还会懂毒蛇。哎呦！既然哦都想到案清楚，你出韩家唔是前头讲啊？有老条拄仔佢讲，韩国佢家庭老乡下办到台北，唔像位只书记学来嘿。秋生哦，佢想要办到台北，
家母个事情敢正经做咧结结。姑嫂是咧排泄、xử理，行做咧讲嘛该。无听错也捌启动诉讼啊，不过要上一摆听听啊。然后就拄来讲，伊还要搁上一摆呢。唔当像安尼，做咧帮伊路费，路费都唔了啥，都搁省呢。也怕，不过唔好老吉送到按摩干摩啥咧。无否认，但唔惊按叫，再来做嘛？出去！哦，喊佢出去，喊佢出去！佢再来，绝对无好事。阿婆啊，做啲亲爱拉嘅讲法，都冇相关啦。冇钱啊，有钱咩唔爱分啊？出去啦！领导，来呀！把咱讲下吧。安橋冇看到啊，我哋安泰啊！哎呀，做得。把蛋講，寫查xong，做到唔會查嗬。佢阿爸上去輪就盡小飯一樣啊。冇錢啦！做得啦。係冇錢。冇錢就去加啊！啊！哎，你小看啊！媽，你讓就讓他，係咪死得幾多錢？今年阿勇啊，讓你偷掉人收費啊！你幾發就很愛做，冇按改啦。你也仲無良心嘅呢？看阿某嘅不點，也查某卡本來好好嘅，本唔要當安尼，唔去死啦！我注意身體，來處理啊！我本以前。捱拉就係捱拉，是咁咩啦？也係阿爸，佢善良、人緣好，會照顧阿妹老愛，佢唔會妒忌，唔會打阿妹，唔會打愛。些時節，佢老愛講，就算無出條件。要去照顧屋企。狗脖子啊！哈，兩用啊！啊，他也黑嘛，老子哪黑嘛？咩東西？叫佢啦！不好啦！你高興愛度，要擺埋佢，冇睇冇使，你又這樣子，不要這樣，要滾滾啦！啊，你還跟來啊！叫好，冇臉對你嚟啦！好嘅啦，冇你啦，要夾，冇你啦！亞中人吼，冇受理佢吼，見唔會啲啦！咁樣會驚你阿爸。唔走！你肯跟來啊？你答我一次！唔掂咗，這病啊，小細茶藏出來啊！好吧，啊，你小看哪嚟啊？啊！睇你話，你插佢啦！
你讲我接水我去追求，讲要同我去台北生活。你讲哦，还忙准备好，佢就冇讲。没系啦，唔懂先唔是想，先老往前嘅地方创生嘅话开送免费啦。错啊，我们县里中要看事情，还系冇变啊，唔是想按多啦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俺系唔免强，俺张对外可赚了，他发更多某以后，唱台家多包涵哦。小花曼泽兰这项计划最大的特色，就是有抢提名，去家来做调价，向下经营观光工厂，向下做调价来参钱。曼泽兰是我们都公认的绿癌，但是我们除了把它摘除之外，还可以利用它来做颜料哦。然后要请各位提出自己想要创作的文创商品概念。俺鸦片呢会向转嫁给设计团队，然后我们就他给它完成专属于你们的文创产品。冲亮黑哦，把摘起来的曼泽兰再生利用之外呢，并且开发轻油客家文化，也可以贴色给文创商品。这样子就得做轻好嘅宣传。大家看哦，小白有懂得成功的案例，不管係客家農場，也係建物，都得到很多的媒体還有名人的推薦。嗰邊唔是 sale， 有嘅條子無人來關注，包括我去搞愛條子50萬，嗰邊將來條呢個資金，我建議啊，仲下搞本地辦公室來管理。觀光工坊將來的運作，你係對橋條呢個辦公室。恁咁嘅想法唔會差啦。不過攞投資嘅錢搞本地辦公室，定係知道冇乜嘅妥當啊。行去個開公司，亦係合作社，按用到呢個單位啊，較好。沙條吧，你嘅建議咩懂好？不過就現實的條件來說，如果要創立一個新的機構，可能會花更多的時間。懂得替風沖繩嘅案例，就是會卡在這個環節。我條白嘅經驗哦，先交給李辦公室是最快也是最保險的方法。而且我們家都移民這麼久，懂得鄉親都唔認識我。要沙條吧同家家老爺聽數，睇下咩會下上先我。人係參選，冇辦法答應。我落去講數冇看看啦，要講嘅法規啊，看做定係做唔定。我是那没有拿钱投资。那金錢就開始定2錢啦。sorry， 我唔記得老弟嘅死對條。我冇啦。你总还系冇是那个心魔啦。也是啦，佳佳以前就很温柔，人缘当然会比她好。哎，不过现在的状况是哦，如果沙条吧不同意李办公室先开始主持计划，那有很多事情就要重新规划了。佳佳，你嘅想法咧？爸爸應該要家嘅想法啦。韓國佢唔係講要去調查相關嘅法令啊，我聽錯佢要其他嘅建議。好，在第一沙条把 gay 厅以前，我还是要请你陪我去多找一些乡亲沟通一下，我好抓紧时间筹备。你知道嘞？目前一股是5万，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募集到越多的资金越好。那整体的营运收入都会有会计师做认证，太给他做点风险啊。卢嫂喺10條里總那邊來出頭嘅哦。哦，沙條里總哦，意思圖係對地方事務按嘢行嘅，亞總對橋條里有好處嘅事情，你董事會不會支持啊？走，就這樣。好，你們再評估一下，感謝嚟了。大家，你本意冇去買樂透，按本意先買啊。唔會先冇愛買咧。平常都有在买彩券，偶爾有買啊。你知道嗎？
拉斗里这个词其实源自于拉，在意大利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命运。那乐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摩西还有圣经的时代。摩西发行的这个乐透来开发约旦河西岸的广大。当然也有人说这在秦朝，其实王用这种数字开奖的游戏，其实我去送饭包嘞，先来了哈。老唔讲下去啊。我要到表日用菜，干车叮叮当当，見合我嘅飯包。來，你喺幫我行哦，我攞你送過去咪做得嘅。我去出做得啦。啊，做記得落去做好嘛？係啲啦，佢唔係輕鬆要啊。我要做啊，就做長假。我啊，你同佢拉到你先㗎。好啦，我去啦。你爸爸炒半日同我講，喺東年就出咗，幫我動下嚟嘅。冇啊，喺東年落去，因為請菜價食飯。用線嘅不唔公道，請給你示範清清啊。今日嘅馬街重生啊，就順利嘛？哦，咁順利啊，媽咪，愛子誰啊？我哋有格格老愛天數啊。大姐，送唔差咧。哦，媽咪嚟了。好。一步先來咯。好。呀，基本上個要衝中去家家呢。你用乜點？那該事情都係等等向下做，出嚟有中意啊。我看你爸爸啦，啊那你闺女睇你嚟做，你家要中意我，臭黑咩？佳佳，这每天让你来送便当，真不好意思，那拍谁了？没关系啦，我家每天都开店做生意，很方便的。那你送便当还不收钱的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不要这么想啦。佳佳，那个是你新教的啊？不是啦，公公，那是以前同班的班长，他刚从美国回来，所以我在帮他做一些文创的工作。然后我就从那个，我看他讲话舌灿莲花得意那个样子，不太可靠啊。公公，你不要想太多啦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次你带回来那个头发一撮红的一撮黑的那个，看起来是挺浮夸，但是做事还挺实在的。他上次来看到我那个天花板漏水了啊，他居然还记得，啊，后来给我修好了。我想翻包嘅事情，做嘛敢唔知在啊？老娘妈妈讲就好了呀。阿公公嘅孫呢，金錢送到我爸爸，我驚哦，我媽媽會亂想啊。算了，一天一餐，我很做的。等到观光工坊开始以后，我们可以拿出一点盈余给独居老人们供餐，这样也比较有意义啊。做的啊，我笨蛋啊，出啲嘅相，我動線高後，我想辦法照顧嗰條獨居老人。改做的老人天數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宣传这条政见，说不定他们那些在外地的子女都会回来投票支持你。那你知道？看住我！当然啦，兄弟，我手要转来贴本。我去公所處好嘛，我去哪？我先送。來，老人跳下去。我去偏手，這種事情唔敢行，我一定得來。
朱家妹，你啥唔来错无？我讲嘅事情靠你当用诶。我有事情变得太难看哦，你就数下来。韩哥哦，韩国鸟的啦，推线哦，敢要太无聊诶，现在李总，韩安妹都像天使卡强用哦，变爱推线。跟爱出人以前的事情讲出来。唔讲啊，唔讲嘞，俺就写唔到嘞。做嘛给韩爱施压30万啊？实在很懵的。还有，我来我 A 钱了，好像去贬真机，我要30万支票去降给你，就唔是线啊。天天还很懵的。朱家妹，你根本就是一台白粉，我一直从我们买嘅，你根本就是路神啊！嘿，路神有两个啊，我路我骄傲做得冇。对咁嘅意思，我個老眼乜都咩事嘅，乜都連人道，都啲生嘅，唔啲哦，神經病。条条里李总好次数强，两下开始。依照登记嘅先后顺序，两下抢强加法候选人出好次。因为数2名候选人，不受两下直接宣布好次。1号强加法，2号刘娜娜。唔家上台嘅用诶，懂定一下。以下迄迟到，可能按你形容冇马好，不过还迟到，唔懂抢小花慢者啦，懂有生命力啊。都奈维亚都做者3到1号，爱身边啊，手是腰唔按你经验，来老爱宽的。我想爱做小花慢者兰，不面囊含不面猪都绵绵中央苗，谢来嘞。大家嘅眼神，請大家用頭牌支持嘅石頭嘅心情，繼續嚟支持我嘅妹，1號強加法，金叉，金叉。是李總啊，由大家講講法啊。來。1號哥哥，董線，董線，什麼太高？謝，來，哎呦，真有假水啊！看懂你啦。去上給到我10包張過來啊！什麼戲呢？曾經喺味道前，想攀上前喺神海子里，味道前曾想去做李總，做埋戀愛都騙。其實人話講乜嘅，我會相信。唔講做乜乜佢都唔講。大家，大家下啲諸葛亮示範，有一場罷工係廿八，同李總把價錢加到嚴格。真係啲，我話我做喎。嘅。高票
无嘛，天花拿落啦，对啊，爱天花啦，甲咱打啦，好嘛？阿定哥放起来啦！不是讲安多啦，压迫真好咧。哎，咱唔上课啦，爱老爱改只电补用头发很用的，咱天数的啊。今天唔对啊，用的就用对眼的无？好，是我钱啦，唔是来啦。是吧？我无爱天花留你了，好。天紧啊！天花拿来啦！拿来打天花。阿定哥唔可以硬用啦，放起来啦！唔是上啦，根本就衰咧。我啲人亂嚟啦！我買笑。阿定哥唔可以硬用啦。感情好就做情家，今天用的啦啊！咱我早点来，你就这样做不对啊！做情家係邊度成日幸福，唔係不如一齊。你來，唔會答應，唔會答應啊！錯，唔會答應，唔會答，買兩日吧，唔會答應，掉牙，唔會答，唔會硬用，恢復你就按天生的啊！壓迫上後。李總，有叫冇？冇事冇事啊，給應對阿爸爸叫老多人聽聽啦，啊冇事情冇事情。阿爸爸哎，你有事救哦，什麼人快一下？係嘅，我用嘅爸爸，你快點10分鐘到我嘅。李總爸，繼續嚟了，排謝排謝，開完第一幕行哦，啊冇事情冇事情。你用的嗎？你是救哦？你丟錢冇本嘅，佢還不來撈你頭啊？點麼？啊，我做完冇？亲爱的，有事情呢？送茶。差点掉，你怎么才去上来啊？有事情请你都做唔到，今日心情唔好，然後你叫我喝酒，早點哈。我知道很好老唔講清楚，我請你很係想要離開亞威去台北，因為我知道很好老唔講清楚，我先李總係。我知道很好老唔講清楚，我。咁你死唔忘咧？做嘛？頭髮又唔黑唔散的是個。我哋家家邊樣幫題咧？真心話大冒險，CLB 就讓你講。我妹妹讓我講嘅。
唔相信哦，上爱伫俺妹妹就会的。手推就按肉推，俺聪明。俺妹妹你，俺同家个弟弟乡下，家上老佮讲嘅。我冇干。跳崖，周天师哦！俺冇骗你啦。居然我偏爱这么厉害！娘老妹，爱到呀严淑敏嘅弟弟，跳崖8点钟哦！来，重复几条。给安排，你就都得讲。我不管也管不了，我也就你很好做我个排骨。对不起。也是根本呢，俺一都是澳洲，然后吃薯强都书本做叫么啊？佢又偏，做乜啱老幾變啊？乳蛇當我見不得別人好。錯，俺看佢年比俺好，俺就當復仇。佢冇用人嗌呢，不過你沙邊比俺還較好。唔啲，俺做乜該按我去冇？唔係啲，人哋偏。我的媽呀！因為，給你都本嘅笑笑。少來，都也扮中進來，捱住。呢條冇可能啊！咩冇？房子呢條就冇可能啊！吳夢見跟他假文青，佢根本就唔會賺錢嘅。唔就按中意，家家佢就撈呀。唔係撈嘅啦。佢隔壁頂房摕嚟佢敢有人講？呀，唔啲咧，伊好掂掂嘅，我對台北總來寫一種，我可以拍埋個神太子里，唔係喜歡 A 錢嘅，佢敢有人講佢做乜解對台北總來寫一種啊？冇講佢嘅啊！做得啊，不過做得人係扮成一隻。細細嘅小野喎。OK。認真本愛小一隻好無？唔係爆酒店嗰種哦。本愛
来看一只当甜、当认真的笑容。啊？啦。太敢按走，走，一步按走哦。走。今半日咯，喺廣州行啊，迄款就喺印度。佢炒半日食酒嘅，行拄到嘅爸爸嚟亂，迄款先記日哈。你2-3年教。冇啊。挨茶暗部啊，就看到你怪怪嘞。可能係看唔記得班長吼，天上天下，是啦。莫亂講啊！今半日咯，我去哪個說明？唔知呢，都係自己安排嘅啊。安尼照顧嘅事情啊，要注意到嘅哦。莫分鄉親誤會哦，係你哋做錯嘅。唔會啦，這係行嘅說明費，冇啦。李總，走吧，按走啊！走，鸦片有量的李总。大家講動線啊，動線啊！有人太熟了。什麼事啊？李总吧。慢，你哪天數處理啊？喂，我冇錢，你走嘛？你冇喺你今天上錢嘅錢哦。你點解你冇喺你今天上錢嘅錢，錢可能賺來哦？我冇錢。骗埋錢？唔啲嘢做嚟騙錢嘅？將來阮的心意要啥請家家，阮家家總聽到，有冇興去騙錢啊？我真嘅冇興去騙鄉親嘅錢啊！萬個人嘅話係藝術嘅，念咩係藝術嘅？我請錢去騙，但要啥家家會開工房，反正都省下一些嘅時間，大家就會啲家家根本就冇能力做，請我爸爸。那你騙錢我搞嘅嘛？你講聽嘅嘛？就用我爸爸做嚟攞嚟錢都錢經費，萬個人嘅話係藝術嘅，有老係咪藝術嘅？就用我爸爸做嚟攞嚟完成錢都經費做來。我本嚟有你人，你搶藥，結果根本就等到你啦。李總，我幫你去交代啊。唔係啊，對頭到尾，我都冇講係按條條理做判嘅啊。唔了乜係，我行去工作門看看啊，看做咧做唔得，要翻筆冇啊。你按用台上就冇意思啦。體重嘅售糧費，最緊要你偏判嘅啊。要售免費，你冇睇下講係實際個做到嘅啊。茄子，你知道有問題，怎麼還本地你哋判售免費？哎，你是講原來啊？那從個收個售免費沒提下判呢？應該要發咗重視。唔條要拿全本件喎啊！其實所謂呢，你看他地盤條條的，讓當初我哋按相信啊，讓伊投資，而家錢撈槍槍，因為揸唔掂。我揸嘛嘅唔掂，對頭到尾，我要拜託大家拿錢出來嘛。韓國啊，唔條難事，空工人要一種手機啊嚇！冇得你係騙詐的嗱，
要不卡从头到尾都去到夹几片，我想吼，你条条吼一列出，都怪钱的啦。跟犯罪的乱生，是种乱判啊！俺妹那时候的投资啊啊！佢大摆都去到佢旁边，见咩恐龙，係咪嘅？俺一句话都冇讲哦，俺刚很紧张，拿钱出来嘿。接下来的时间你就去到佢边顺，你这看没有？你下来，你给他忙一忙这些更有安怎样？你係講係咱咱前幾集班種種來嘅喲。佢講，佢想喺想一本家家無資金，本萬自然給把色派，一本家家難看，佢冇向班種種來騙錢。你太體了解一下咧，一下哈麻煩的係。迄個對外做冇講係咱哪做嘅，有事情會變到很卡複雜。爸爸，唔到先陣去，我屋卡有事情要講。三條半一步，沒錢的。我算了一下，差唔多200萬，我想要賠錢供房。你講乜嘅空話？佢哋講嘅咩冇錯啊！我嘅出現，我爸爸本年冇飛去做拜年，一點一下真難講清楚咧。應該變個行較清楚，事情變到有啲會扭嘎嘎。佢哋一下老事情要強下，老姐姐要踩落去。迄講佢哋會提高早起，每本事情變到很較麻煩。清楚了係。早起唔會告訴兩論，檢察官一定會提起公訴，不過會拖長久啦。我咩想啊，賠錢供房。那件事情係我嘅唔錯噶，我先到事情先動定，才會變到安寧。我做唔到連累大家，前個事情哦。我真係去銀行用費問看看啦。唔是啦，我有辦法。家家，東西叔叔誒，昨天台北唔會過線誒。姨母，其實我你開始啊，姨母啊，從無點解答應你去先解來騙人爸爸。我看到事情啊，冇按你單純啊，冇可能搶喺娜娜嘅三人嘅主意。凡出當洋人啊，下擺了不考，馬年都做唔得去做理總，哈，按不考老老實實啊，做生意出好誒。跟台北還有所在學習麼？其實從用過後哦，我就去台北推脱咧。有次搶本我老同事搭啲嘅片，我想去叮當當我卡嘅面相吃。爸，我一開始就係想正經嘅。搶係冇同意不講聽聽啦。我哋唔做乜嘅事情啊，都懂認真咩？
隔壁店倒贴的事情，我妹还冇同意不讲呢。隔壁店的事哦，我先让杨姨不讲咩好啦。冇，你贴炒饭呢。等下佢事情处理好，再让佢讲啦吼。爸，我亚威还有4万啦。下一摆啊，爸爸没冇去选呢。认真想想啊，做李总没冇乜嘅好处啊。做唔得，下摆我一定要现多带，我能本欺负哦，都唔送呢。Fighting！ 加油！加油！你用别人，冇事呢？冇办法啊，我爸爸同样姐姐都吃到气感没有基因。我妈妈是有讲啊，一大管事，我姐姐嘅前途就懵没有嘞。你还记中台北啊？隔壁店路网铁总是做买。你会提隔壁店嘅事情啊？对。都屌出嚟啦！真难笑。唔同人唔朋友讲，人唔朋友同家己讲，家己同爱讲。这好惊诶！做题就莫老你讲咧。啊，你用啥？还忙不看你讲下事情啊？还忙啊！你阿婆也不看很多事情，是冇必要讲啦。生意处理，也无会整件动大事情。尤其啊，爷爸爷妈也还对伟爷无好法。是啦。不过，唔做让爷爸爷妈讲看啊，硬係知道伟爷以前无到那天数，一條事情可能同佢無關係。你用會啲？伟爺嘅做法比較嘴麻較厲害。你想，應該用乜嘅方法做到家家天數唔錯？乜嘅方法？係講萬澤蘭計劃做就做起來啦。唔行改，乜人喺唔按無聊，未阿掉有嘅冇嘅，還不影騙了30萬，真是泄露。哎，條拜一次上。家家做乜解年變眼好，做乜解捱都輸本機，也係捱啲咧。因為佢善良，本知道無害，也係捱做唔到嘅。比起本夢千篇，比起鄉親本夢千篇伊個錢，家家嘅善良，總係捱千唔掉嘅牛面對嘅。這家老爸爸長兇，恐愛娘會處理。講，從事斷結，唔係迄夾夾。我冇愛，大家都講我係靠包子，不說莫名會傾聽我。哎，第一下事情太跳咧，唔過我自家想辦法彌補，我想要講意思嘅啊。你有乜個方法？我想要讓萬才嘅計劃做出來，清楚證明我嘅想法係做得嘅。因為引導就會啲，我有啲想辦法彌補一件事情。韓國我會俾引導看到，我有啲天數家家無法證明，伊條冇騙鄉親嘅錢。談起來係錯嘅，唔過感覺冇咁簡單。條嘅事條嘅錢，總不可以騙遊戲來做轉進。不過一件事情處理起來，還會時間。我想我要先處理。流嘅事情。哈，還有流浪狗哦！你就先喺當年佛卡鴉片嘅民宿啦，反正也無嘅疫情，冇乜概念下。我老爺媽媽講哦，我叫佢老爺媽媽講咧。係啲，
唔记甲迄个娘妈妈讲，家己两帮摕咧，无安尼下底唔同艰苦呢。啊，娘妈妈恶迄那位请钱呐，无啥，佮妹有身边前男友。俺妹唔知啦，佢冇讲啊。俺知道天风冲绳一只案的哦，除提观光工坊案件单以外，用曼泽兰做染料开发文创商品，应该唔会太难，错冇？俺上爱先出看哪呢？染布，韩国爱留橙色嘅曼泽兰调做客家嘅蓝色。留橙色嘅织物调做蓝色，应该还有卖点。我要下了地铁吼，这文百公几10年的啦。我要下干咪输过钱，唔对，干咪付过钱，凭嘛该吼？我不用了做不了用，无你咧出钱买啊？唔要做曼泽兰文创，上爱美团中，人会特殊年份。俺曼泽兰有甲米饭来去煮诶，唔要啲做曼泽兰。迄太水了。你讲嘅人生就很安容，爱有钱，怎很成功？你讲嘅人生无嘛该梦想。好好讲伊的，怎是你的理想？爱你，爱你，你放心。爱你，爱你，不是谁。